你而家睇緊嘅係地獄電視猛鬼台，可能係世界上最猛鬼嘅電視台。令到時尚飲 Diet Coke， 優美形象我喜愛飲 Diet Coca-Cola， 正宗可樂令世界個個愛飲，一個卡路里俾我傾心，輕鬆清新，令到時尚飲 Diet Coke， 飲得開心，死人好可樂。名車美人，名車配美人，大發牌1000cc Series， 車廂寬闊舒適，駕駛容易，性能超長，而且特別慳油，每卡輪行50幾米。大發牌1000cc Series 係我哋心目中理想嘅汽車。歡迎大家收睇猛鬼動新聞。由於近日天災橫禍甚多，世界各地出現大量嘅新移民，奈何橋亦因為咁樣而打破咗近10年嘅入境紀錄。入境處發言人表示，對於咁多大量嘅新移民表示震驚。近日世界各地出現咗唔少天災人禍，死得人多，導致大量新移民湧入地府，打破咗陰間10年嚟嘅入境紀錄。由於人量太多，奈何橋嘅員工忙到停唔到手，亦都有新移民投訴入境手續非常之繁複，有部分新移民平均都要用超過2個鐘頭先至辦理完入境手續，引起不滿同埋混亂。我老婆呢就原本今日死嘅，我都等咗佢成4個鐘㗎啦。而家我唔知佢死咗未，我覺得佢啲安排真係好差咯。我身邊就有一位等咗好耐嘅新移民。等我哋睇下佢有咩感想。我覺得好迷茫，呢度嘅衞生環境太差啦，啲細路仔阿婆周圍大小便咁，我開始頂唔順啦。我已經發生咗事故㗎啦，搞咗咁耐又要我驗呢樣，又驗我驗嗰樣，又問我有冇輻射感。大佬啊，我喺香港死㗎嘛，而家衫都冇件，又凍咁。咦，小姐，你件衫咩碼㗎？有時事評論員認為盂蘭節就快到啦，好多新移民會趁亂進關。希望我哋地獄首長親自報務俾陽間嘅曾特首，等佢作出相關嘅措施，派住幾支嘢俾佢哋嘅市民，等佢哋嘅市民唔好係又死唔係又死，以減輕我哋地獄嘅負擔。因為新移民嘅大量湧入，令到歐雲使者嘅工作量增加。今日下午4點，有400幾個歐雲使者集體大罷工，我哋而家去現場嗰度跟進一下。同事。係啊，貞子同事，我而家已經身處遊行現場，我身後面一班嘅地獄歐雲使者已經好守秩序咁遊行到地府總部提出申訴，佢哋希望地府盡快設立最低時薪同埋最高工作時間。等我哋訪問一下佢哋嘅感受先。梗係啦，上面日都死咁多人，我哋做咗冇事情，佢都有最低工資同埋最低時薪啦，我哋都應該有啦，係咪先？咁你驚唔驚打亂陽間嘅秩序呢？你人定鬼啊？陰間同陽間嘛，關我鬼事咩？地獄記者論之報導。再睇下其他新聞。新嘅地獄19層政府總部已經有人返工啦，但係大樓入邊嘅工程尚未完成喎。究竟嗰度發生啲咩事呢？我哋一齊去睇下。呢位地府部門嘅朋友，你覺得地府新總部大樓嘅環境如何呢？我覺得地方比較大，而且好現代化，仲時不時見到有啲鬼俾人炸同埋勾脷根，認真爽啊！但係地府同埋地獄嘅橋仲未起好，你會唔會覺得空氣比較混濁同污濁呢？我覺得空氣好清新，仲經過個噴血池，而且啲血仲好新鮮添。你睇下我就知啦，耶！地獄記者論之報導。啱啱死咗冇幾耐嘅 Michael Jackson，話都冇咁快就喺冥界搞世界巡迴演唱會啦。而第一站仲要喺我哋香港添，聽講啊啲門票一早就已經賣晒。究竟情況有幾咁激烈，有幾咁墟冚呢？
交俾我哋現場嘅同事。係啊，精子同事，我而家已經身處喺售票處門口啊，大量嘅遊魂野鬼咧聚集喺度唔肯離開啊！佢哋希望可唔可以買到 Michael Jackson 嘅黃牛飛？咁我哋訪問一下佢哋嘅現場感受啦。嘿，呢個咩鬼嘢政府嚟㗎？咁細個場，咁大個 Michael Jackson，大佬啊，我哋要買飛要睇㗎嘛。仲有啊，成日阿妹姐啊同埋阿哥哥哋咧好 Q 悶㗎嘛。咁你會想睇乜嘢藝人嘅演出呢？梗係阿倫啦，行開！今日嘅猛鬼動新聞已經報導完畢，多謝大家收睇，祝大家晚安。世界大酒店提你幾時死，時間係仲有1分鐘可以蒲頭。